只是大家跟我说，大家都劝我说，千万不要这么做，怕我之后承担不起后果。嘟嘟哒哒嘟哒哒嘟哒滴嘟，我都听不懂。运气都猜不对，我们那么多后果，一切的结果不如我们可以掌握。但若你叫我暂时不再骄傲，因为我追寻自由，追寻自我，就是追寻自己，追自己的朋友，追寻着猴子猴，日子怎么过，追寻了我。谁说爱情事业家庭不是满满，因为会牵涉。我说鱼与熊掌，鱼两人同时兼的，鱼可以兼的，熊掌要用笨的。恋人若是女的很可爱，就用了爱的。流浪这么久都没有发现我这么多这么有的朋友，讲到这么够意思，我这么说连不凶，因为我自己都没感受，我好快乐，在此刻。我早不再得到，我要的还是早就得到。到那之后才知道过程比结果重要，因为不知道，因为没领悟到，所以我追寻自由，追寻自我，就是追寻自己，追自己的朋友，追寻着猴子后的日子怎么过，追寻。